來看台北市幼兒園虐待兒童的事件接連續發生，即馬閣有民進黨議員表講，有集團的托嬰中心，哪像予囡仔食過期的食物，批評市政府處理的態度無要無緊。台北市長蔣萬安今仔是強調講，社會局過期半冬稽查細解，是攏無查到有過期的食品，嘛強調講，若有業者妨撤銷執照，擱再換名立案會來擋罰。來接下這個禮物，我們前面穿背心的大哥哥。附落來，甲禮物送予參加市府親子日的小朋友。台北市長蔣萬安甲員工的囡仔做伙來佚佗，嘛甲國局處的家屬來翕相。啊，毋過最近台北市私立幼稚園苦毒囡仔案件繼續咧滾價。雖然出代誌的分校設立的許可去用廢紙啊，也毋過集團下骹的托嬰中心閣去用亞康講，好餐像是摕過期的物件去予囡仔食，互民進黨議員批評市府放外掛。這就是夏利斯集團給孩子吃的。我們可以看到有黑色的蔬菜，他們發生問題總是會輕輕放下，他們總是知道台北市政府相關單位何時會到他們園去稽查，所以他們違法違規的事情都可以事先的準備好，不被檢查到。不過，找到社會局到現場稽查的時陣，無發現過期的食物。啊，那簡書培就講，雖然市府講這是無場地的稽查，也毋過集團的負責人率已經在現場咧等待，質疑市府咧暗號。在議員臨時要求之下前往現場，也沒有看到任何過期食品的存在，也絕非如議員所言，我們有臨時通知負責人到現場。我們過去半年就有4次無預警的稽查，遠高於中央法規的規定。我們都有檢核的機制，也一定留有記錄會追蹤，所以一旦發現有這樣的情勢，就是重罰。我們是希望市政府能夠多做預防的事，而不是說每次都是事情發生了，然後說處罰了事。那這樣的話，家長還是不能夠安心。民進黨提出台北市有真濟間發生苦毒囡仔案件的集團式經營的幼稚園，去用廢紙了後改名擱立案。對這件代誌，教育局駁回，講大部分是現有的組織換其他業者來接手，嘛強調講只要幼稚園發生任何違法的代誌，市府一定會照法律嚴格來追究。記者綜合報道。